天生的听众熬早，现在是到甲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在咱节目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在咱节目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6页，解说甲正文第16页，上解每一节，解说甲上解每一节，就是解说甲书略释出略文。即嘛应该呢，要来解说下面就是以略定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抵，即是不借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即嘛就是应该呢，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这个所在，就是伫咧解说无念，就是讲，若是会当好来见一切法，心无甲伊染着，这呢就是无念。当伊时，这个无念者，就是无这个杂事妄想，无这个分别念，在无分别念迄个所在呢，用就骗一切处。虽然是讲这个用骗一切处呢，确实也无着一切处，这是在前面所讲。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搁再进一步讲啦，讲只要你会当好来清净你本来心，思略识来出略文。但在这个略定中呢，会当好来得到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抵。略定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泰国就讲做定呢？这个定就是染污的意思。色声香味触法，这六项的境界本来毋是定，就是讲伊本身呢，毋是染污的物件，但是呢，会使你的心先去染污，所以呢，就甲伊叫做定。譬如讲一蕊花，本来呢真正水，迄蕊花也无垃圾。哪里是叫做讲染污呢？迄蕊花毋是染污，毋过可能迄蕊花真水，就会使你生起一种的贪念、贪心。安尼这蕊花就是染污了你的心啦。这就是叫做讲做色定、声定嘛是共款。譬如讲这个声音，这个物件，声音只是听会到，你看袂到。哪里有什么款的染污呢？但是你若是听到迄个毋好的声音，你的心呢会受到染污，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定。芳草的气味，或者是讲咸酸苦涩的味，或者是咱人身躯的感触、意境的发展等等呢，拢就是同款的意思。因为色声香味触法这六项会引起了内心的染污，所以呢，这个名叫做讲定。但伊的本身呢，不一定是这种的垃圾的物件，这是咱必须要了解。即马这所讲就是讲，使这个略识来出迄个略文，也在略定中
会当好来无染无杂。这个无染呢，就是无染污；无杂呢，就是无掺杂。无染污、无掺杂，安尼叫做讲做无染无杂。既然会当得到无染无杂，当然呢，来去啊，就会当好来自由，会当好来通用无敌。这个来去自由，就是讲无论是要来，无论是要去，拢会当得到自由。安怎样才会当得到来去自由呢？就必须啊，对这个绿灯中无受染污。在这个绿灯中呢，无有受到掺杂，无受到混杂，安尼才会当好得到来去自由。安尼啊，才会当好啊来得到通用无敌。这就是八界三昧自在解脱，名叫做讲做无念行。对这个无染无杂，顿悟入道要闻论。有安尼讲，摕一个譬如啊，敢若像讲迄个镜呢，真光，也在这个镜内底啊，虽然无有啥物款的影像伫遐，镜内底空空，但是呢，会当好啊，照出种种的这个影像。咱现在是这个镜呢，看到知咯，镜本来啊。内底是无物件伫咧，毋过你外面若有啥物件，内底迄个物件拢会去照着，照迄个影在内底。啊，为啥物会照迄个影在内底呢？因为是迄个镜光光啊，所以才会当显出了万象。用这个镜来譬如咱众生清净光明的心。讲咱这个学人啊，因为是心。无染污，所以呢，妄念不生，也恶人这款的心就灭。毕竟呢，会当来得到清净，因为毕竟清净，所以才会当后来生起了无量的知见。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无量知见呢，这毋是一种的妄。分别妄知见，这啦是一种的智慧的妙用啦。就是讲，因为心无染污，妄念不生，人我相灭啦，心究竟清净啦。因为心究竟清净，就会产生了伊的清净妙用，所以才变成了无量的知见。所以智慧啦。有分迄个根本智甲后得智，后得智有一摆叫做讲做差别智。这个差别智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好来去分别了世间的种种的事项。世间的事项这是差别的啦，所以你必须呢，爱有迄款的差别智来去甲分别。但在这个所在，伫咧讲做无杂无染嘛。就是伫指咱这个心，敢像迄个镜共款。虽然会去影着外面的影像啊，但是伊的本身呢是无念着、无得着。甲恁讲有念着、得着外面一个物件照落内底，哇！内底迄个影像就将它调咧啊。也哪呢呢？这个调咧第二个物件，搁再入去搁调咧，哇！内底咧，迄个镜内底啊，变成讲安尼。乱七八糟变成我毋知有偌济迄个影呢，拢掉伫迄个所在。但是啊，迄件毋是安尼。物件伫个头前，伊就照着足个真清楚。物件离开啦，迄个镜内底空空，啥物物件都无。佮另外一个物件来啦，伊又是佮照真清楚。迄个物件佮走去啦，迄个镜佮是清清空空。诸佛的智慧心应该是如此。咱众生若是会当好修甲参像安尼呢，就是啊，伫遮所讲的来去自由，通用无敌，这就是一种的八界三昧，一种的自在解脱。
这就是名叫做无念行。所以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讲做思六识出六门，以六定中无染无杂。咱必须要了解，所以叫做讲做思这个六识来出这个六门。应该这个六识，这是一种的妄念的分别。那既然这个六识出六门，在迄个六定中会当好得到无染无杂啊，这个心呢，就毋是咱一般凡夫妄念分别的这个识。这个心呢，应该就是一种的无染清净识啦。就是讲一种的无染污的迄个清净识。毋是染污的妄识，这就是将这个希望染污的妄识一转呢，变成一种的智慧作用。才会当好讲六识来出这个六门，在六定中会当好来得到无染无杂，会当好来去自由，会当好来通用无滞。那会当安尼呢？这就是已经修到迄个八戒三昧，也就是八戒功夫呢，已经成就了，已经得到自在解脱，这就是名叫做无念行。一边讲若笔物不思当令念转，即是法博，即名变见。讲假如呢，若是笔物不思。也令这个念转，安尼这就是一种的法博，这呢就名叫做变见。对于前面，即是八戒三昧自在解脱这个所在我伫遮搁再根据注解来甲咱各位呢，搁做一个补充的说明。那名叫做自在解脱，是啥物叫做自在呢？这个自在就是讲进退拢无碍啦，名叫做自在。这个自在呢，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自由。由这个心远离了烦恼的束缚，心呢会当回来通达无碍，这名叫做自在。在《法华经》的视频，原来讲真自有结，心得自在，就是讲去尽了内心的烦恼，使这个心会当回来得到自在。在《顿悟入道要问论》上面有迄个问答，问的就是讲，这个顿悟法门是以何为宗，以何为旨？以何为体，以何为用？这个顿悟门就是在指南宗禅顿教法门，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传来这个顿教法门讲这个顿教法门是以什么为宗，以什么为旨？应该就是讲以什么为宗旨啦？以何为体？讲什么是伊的体性以何为用？讲什么是伊的作用回答的就是讲无念为宗，妄心不起为旨。那就是讲无念妄心不起，这就是顿教禅宗法门的宗旨。讲以清净为体，讲这个清净呢，就是伊的体啦。所以叫做清净者，就是讲内心不染啦。讲以智为用，讲这个智慧呢，就是伊的作用。即马搁再问咯，讲既然是叫做无念为宗，也毋知影啥物叫做无念。这个无念是无有啥物款的念这是在顿悟入道要问论内底所得的论的问题。对于这个回答，讲无念者无邪念非无正念。讲所以叫做无念，乃是无邪念。
那这个无邪念呢，并不是讲无正念嘛。所以这个无念就是讲无分别念，无这邪念。那这个无分别念、无邪念，正就是表示讲，因为这个邪念分别去掉了呢，就是一种的正念。应该呢，就是这个意思咯。又搁再进一步问，讲因何为邪念？因何名正念？既然是论家讲无有邪念，但是毋是无正念，所以就进一步搁问讲，什么是叫做讲邪念啊？什么是叫做讲做正念？这个回答讲念有念无，即名邪念；不念有无啊，即名正念。讲你即个念有念无。就是讲念这个有的，或者是讲念这个无的，这呢就名叫做邪念。咱六道凡夫众生拢是念有，因为咱六道凡夫众生拢是认为讲咱世间之法这是有的物件。因为这个二乘人呢，因为伊会当好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空，所以呢，伊就认为讲世间一切空啦。那这呢，当然也使甲当作讲作是无，但是这个念有念无呢，这就是名叫做讲做邪念。也无念这个有甲无呢，这就是名叫做讲做正念啦。搁进一步念善念恶，即名邪念。讲念善啦，或者是讲念恶啦，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邪念。也不念善恶啊，名叫做讲做正念。就是讲无念这个善恶，这就是正念。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对迄个慧明啊，就该讲不思善，不思恶，正因模式，哪个是名相做本来面目？就是讲远离了善恶的邪念。无这个善恶邪念，迄个时阵啊，你去回光返照看卖，到底倒一个是你慧明上座本来面目呢？你去找一个看卖。所以在这处才讲做念善念恶呢，这也就是一种的邪念。无念善恶啊，这就是一种的正念。讲乃至苦乐生灭处舍冤亲情爱。这拢总都是邪念，就是讲在你的内心生起一种的痛苦的分别念，生起一种的感觉快乐的分别念，或者是有生灭的分别念，或者是有这个处舍的分别念，或者是冤亲的分别念，或者是情爱的分别念，这拢是一种对立的啦。那这就是叫做讲做邪念。你这个内心呢，也无痛苦，也无快乐，也无生，也无灭，也无处，也无舍，也无冤，也无亲，也无情，也无爱，这就是叫做讲正念。那搁再问咯，讲因何是正念啊？讲什么是正念啊？所回答的讲正念者为念菩提啦。讲这个正念呢，就是只有念菩提。菩提就是智慧，就是觉，也就是讲你时时刻刻你的智慧灵觉之性真正清醒，来伫咧起迄个照料的作用，这就是正念咯。我再问讲菩提可得晓，讲这个菩提啊，是毋是会当好得到呢？回答就是讲菩提不可得。讲这个菩提只是不可得的物件。那我再问啦，讲既然是不可得，为什么只有念菩提呢？既然是一种不可得的物件，为什么只有念菩提啊？回答就是讲，只如菩提加入名字啊，是不可得。亦无见效得者，为不可得果，即无有念。讲只是这个菩提啊，一种的加入名字。你该讲菩提，只也是一种的加入的名语啦，实在是不可得。
也无即个前后得者。讲因为是不可得啦，所以就无有念。讲指即个无念呢，这名叫做讲做真念。即个无念就是真念。讲即个菩提是无所念，即个无所念就是一切诸无心，是无所念。就是讲无论在什么所在啊，拢无迄个分别心伫遐，这就是无所念。所以才讲做。像前面所讲的种种的这个无念呢，拢是随事方便加入名字啊，解动一体无异无别。我就是讲所讲的在前面所讲的这无念，这拢是随着事的这个方便来加入到迄个名字，比如讲苦啦、乐啦、生啦、灭啦、处啦、舍等等，这呢拢是随着一项的代志也方便来加入这个名字。事实上，肉体来讲起来，拢是一体啊，拢是无异差别。无论是痛苦，无论是快乐，事实上，伊的体呢，就是真如自性清净体，无差别。所以呢，只要一切诸无心，就是无念。会当得到无念呢，自然啊，就是会当得到解脱。这也就是在迄个顿悟入道要闻论，伫咧说明这个无念，伫咧说明自在解脱的道理。那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无念行啦。这个无念行在海水一滴安尼讲啦，讲得了自心啊，无成无念。就是讲直接。你会当好来了伫你的自心，也无成无念。哪里呢？在眼或见，在耳或闻。就是讲在这个目睭会看，在这个耳孔会听，在这个手呢会摕物件，在骹呢会行路。讲这个六根门头啊，无障无碍。在这个六根门头，就是讲眼耳鼻舌身伊的六根的门头呢。拢无障碍，也六尘对理啊，无染无杂。就是讲，在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迄个六尘六种的这个尘境的所在啊，无去染有，无去掺杂着。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念行。所以过去祖师大德对于这个无念行呢，有两句话，就是讲笔画从中过。片叶不点心，讲一个人啊，行对迄个这个盛开的这个种种的花，迄个花园的所在经过，但是虽然是讲你行过这个花园过啊，却是一点仔囝的这个花的这个花叶呢，都无去吸到你的身躯。咱普通若讲行对花园过。既然迄个花盛开，也迄个花呢，遐尼诚济，咱行着啊，可能呢，咱的身躯会去揢着迄个花叶，迄个花叶呢，可能会掉在咱的身躯，掉到咱的衫的所在。但是呢，笔画从中过，片叶不点心。这正就伫咧说明讲，咱虽然呢，在这个六尘世界内底，确实呢。心拢无有染污，心拢无染着。那这呢，就是不这三昧，就是自在解脱。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念行。但是这个无念已经讲了，乃是呢无有这个邪念。你这个无念，你唔通甲当做讲，就敢像迄石头，迄石头这是完全无心的作用啦，唔通来甲想法。哪能想法呢？这是一种错误。所以下面再讲，若笔物不思啊，当令念绝，即是法博，即名辩解。对这个道理啊，就留咧下面再来解说。最虔诚听众，就请咱过暂等1分钟，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